主后2024年11月17日，西里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上卷》17章第30到14节。迄暝，上帝话临到拿单讲：“你去甲大卫我的仆人讲，上主安尼讲：你毋通去圣殿互我住。对我带以色列人上来遮到现在，我毋捌住伫殿里，拢是对即个布边到迄个布边，对即个会幕到迄个会幕。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减捌对倒一个牧养我的子民的士师讲：你若无甲我去品香茶一殿。呾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卫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对牧场拣调你，互你无过饲羊，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无论去倒位，我会甲你同在，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我一定互你有名声，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我要为着我的子民以色列准备一个所在，甲因安顿，互因徛起伫家己的所在，无阁受搅扰，无阁亲像早前我命令士师管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时代，受凶恶的人欺压。我要互你的对敌拢降服。我阁宣布，我上主要建立你的王朝。到你的岁数满，转去你的祖先遐的时，我要选立你的后代，你的一个囝来续接你，阁要互伊的国稳固。伊要为着我去圣殿，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我无要互我的挚爱离开伊，亲像我捌互挚爱离开你前迄个王。我嘛要互伊永远治理我的子民，甲我的国，伊的王位会坚固到永远。弟兄兄弟，大家平安。约定是彼此双方讲好势，要踮伫什么时阵、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有时阵若要较慎重起见，检查需要拍契约，也是讲需要去到伫法院做公证的手续，变成做照约照行法律的文件甲规范，彼此需要互相遵守即个约定。大卫王伫完成将上帝约规签刷入耶路撒冷城了后，伊有一个真大的心愿，就是伊要为着上主约规来起造一间称作是圣殿的永久殿院。这个代志，上帝并无完全接纳，也无断然拒绝，只有讲要互大卫的囝去做这个代志来完成，而且上帝也甲大卫立一个称作是大卫之约的约定。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历代志上卷17章到18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是17章第10到15节，先知拿单传达互大卫上帝的心意。先知拿单通讲是大卫的良师益友。伫大卫的一生的中间，有3遍真重要的帮赞。第一遍是大卫伊照倒杀人来谋害家己的部下乌利亚抢人的某。迄时，先知拿单奉上帝的命令，指责大卫王犯大错。大卫也伫遐来悔改认罪，总是也着爱担当伊犯的罪或者的刑罚。第二遍是
大卫伫即个所在，伊想讲要为着上帝起造圣殿。拿单传达上帝要甲大卫立约，坚固伊的王位到伫永远。第三遍是大卫伫年老的时，伊的囝押沙龙甲阿多尼雅小连续叛乱，要抢做王。拿单就指点大卫，着将伊的王位传予所罗门来平息这个因为王宫引发的国家动乱的战争。大卫之约有3个要点，第一要点是讲，上帝竞选大卫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佮要互伊成做一个伟大出名的人。第二，上帝赏赐以色列人，要互因一个通安居乐业徛起的所在，也要建立大卫的王朝。第三，上帝会选立大卫的一个囝，续接伊做王，也坚固伊的国位到伫永远。伊要为着上主来起造圣殿。第二段是17章的19、27节。大卫王回应大卫之约的感恩祈祷。大卫伫听完先知拿单所传达上帝神谕以后，就入去会幕做感恩的祈祷。大卫谦卑称家己甲家己的家是卑微的，毋过得到上帝的恩典，诚做尊贵。上帝的伟大，无一个会通甲上帝比拼。上帝救赎以色列诚侪伊的子民，也应允要建立佮束缚大卫家伊的王朝，因为这缘故，上主永远得到称赞。第三段是18章1节到13节，上主予大卫一连串或者个军事上的胜利。咱对18章到20章有看到讲大卫安怎平定来自周围遮个外国势力的威胁，取得隆重的胜利。当然，这头到尾也着爱用几啊年以上的时间，才当一直来征服遮个外族国家。只是圣经的作者甲遮个事件拢来扣做一个单元来做介绍。大卫伊攻击打败韩国主要的对敌有非利士人、叙利亚人，也有以东、摩押、阿门、阿玛力人。即中间有诶取得因诶城甲土地，变成做以色列诶新国土；有诶是互因伫韩国归顺了后来对伊进攻，也有诶是伫打败因了后来对战利品中间收集因诶金银铜圣化，献予上帝，诚做后来建造圣殿的材料。第四段较简单，伫18章14节到17节咧讲到大卫王伊的王室，即个政府的小内阁。18章14节讲，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用公平正义治理伊所有的人民。这一方面实现当时士师末期甲王国初期以色列人大多数人因的期待，就是因希望因也会当有王来统治，佮带互因的民族成做一个强盛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也符合上帝对王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上帝相甲行。大卫伫当时王宫主要的官员有军队的元帅，也有历史官，有2名的祭司，佮有
书记、外籍兵团的指挥官以及台北的政警，也诚侪王室的参谋。参谋这个字意思较多元，为圣经一本翻译做领袖，也有的是翻译做祭司。对历代志上悬17章到18章，伫遮互咱有得到甚物种的教示？第一，教咱着爱顺探上帝的心意。大卫伊原本想要为着上帝来去做富丽堂皇、庄严神圣的圣殿，通永久藏上帝约柜。祈祷先知拿单也看即个构想真好，也甲伊赞声讲：你想要安怎就通照呢去做，因为上帝甲你同在。总是上帝话通过拿单甲大卫讲：你毋通去圣殿互我住，到你死了后，你的一个囝来续接你，伊会为着我去圣殿，我要坚固伊的王位，直到永远。大卫又顺服上主的旨意，虽然伫伊的任内，伊正想要为着上帝来去做圣殿，毋过伊并无冲动，也是固执己见，认为讲迄阵已经是伊真正也有能力才调，为甚物伊袂当做即个代志？大卫想要做即项的代志，讲实在非常的好，也非常神圣，佮有意义，是一个真长远的大建设。总是大卫伊节制约束家己的心，无搬过伫上帝的话语甲心意。反倒转，咱看见大卫虽然袂当去做圣殿，毋过伊却伫在生的时大声奉献甲准备真侪上等的材料，也为着日后要去做圣殿做建堂基金的路用。有时阵，咱也着爱省察咱家己，咱有好的善意、好意，出发点也拢真好，总是咱的心意检视上帝的心意，即个咱爱省察。上帝对大卫的心意是讲，你想要去做圣殿真好，毋过即个代志毋免你来做，着留互你的囝替你来做，替你来完成。大卫并无感觉真无彩，也是遗憾，反倒转伊谦卑顺服甲等待，谦卑顺服佮等待。大卫伫要死以前，伊有交代伊的后生所罗门王，历代志上悬22章才讲，着为上主以色列上帝起圣殿。伫圣经中，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也求天父上帝闪开十字架的苦杯，总是伊讲，这个苦杯若是爱啉，是出于天父上帝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得到成就，是照天父的旨意，毋是照家己的意思。使徒保罗原本伫报道旅行报道事工，伊想要往亚洲来发展，总是当伊看见来自马其顿人的呼声，伊就改对欧洲去传福音。咱做一个基督徒，祈祷是咱日常着做信仰的功课。咱的祈祷并毋是向上帝求这项求迄项，求上帝一定着听咱的恳求。反倒转是咱伫祈祷中间，咱爱即个查验上帝伊的心意是啥物，咱爱顺探上帝伊的心意，求上帝旨意得到实现。第二，这个所在咧讲到着感恩，感恩是上好的献祭。
大卫虽然已经成做一个真尊贵的王，毋过大卫一直保持伊对上帝谦卑敬畏的心。大卫会晓将伊家己所有的归功予上帝，归荣光予上帝。透过感恩甲学乐上帝，诚侪芳芳的祭献予上帝。历代志上卷11章15、19、19节记载，有一摆大卫甲非利士人对战，非利士人占领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大卫伫喙底的时阵，闹讲伊想要啉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结果伫个手下3名勇士就冒着性命的危险，去抢水灌转来要互大卫啉。圣经讲，毋过大卫毋啉，倒出来献予上主讲：我的上帝啊，我哪通啉即个水？这敢毋是正会用性命去换来的人的血？我哪敢啉？所以大卫毋啉。大卫无甲伊的部属替伊卖命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反正伊感激万分，毋敢啉伯利恒的井水。伊甲水献予上帝，即款的感恩敬畏的心，也深深拍动伫以色列的民心。大卫伫诗篇50篇14节甲23节讲：你着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着对至高者谢愿。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咧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当一年一度感恩节也伫要到啊，虽然咱每一日也拢着爱不时感谢，不时感恩，毋过感恩节也提醒咱，感恩是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代表咱敬畏上帝、尊重、尊荣上帝，互咱卑微变成做是尊贵。第三，伫这个所在，咧讲到困难虽然大，毋过上主比咱所有的困难搁较大。捌讲过历代志的写作，是为着这个蒙古受领的以色列百姓，互因借着回顾因的民族、因的国家过去的历史，找回对上帝甲对家己以及未来的愿望。历代志上卷18章到20章记载，大卫伫建国的初期，也有拄着真侪来自无共所在的外族、外国的势力的挑战，有的是单独作战，有的是无共款的国家民族因联合军队倒边的作战。总是大卫伊信靠上帝，倚靠上帝，上帝也帮助伊，互伊来得到最后胜利。检查有时阵，咱外在的环境也真险恶，咱的对敌也非常的强大凶猛。毋过，咱做一个上帝子民，咱也着爱会记得，困难虽然大，毋过咱的上帝比咱也比所有的困难加起来搁较大。这对伫灭国回归故乡的以色列人是极大的安慰，对咱也是真大的激励。并毋是讲咱信耶稣以后，咱就所有代志凡事 OK， 就无灾无病，袂环境困难对敌也拢还伫咧，总是互咱赢过这个诚做得胜者，是咱对上主伊信息不变的信心甲愿望。
因为伊互咱的是永袂绝望的信心甲愿望。愿咱顺服上主的心意，用感恩献做祭，也仰望咱的主是帮助咱平静人生的风甲影，真神上主。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阮伫这段的圣经中间，阮读到大卫伫伊人生车营中间，伊想要为主你来去造圣殿，总是上帝爱大卫来暂停这个事工，等到伊的后生所问的时，才通互伊完成。也因为这缘故，大卫伊就顺服主的心意，求主你也帮赞，互阮伫咧做代志的顶面，阮也会当凡事追求上主你对阮的心意，来顺服主你圣神的带领，也互阮会当不时省察阮本身怎样来领受主你伫阮身上的恩典，互阮对卑微诚做尊贵，互阮也会晓得用感谢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阮嘛感谢主，虽然伫人生难免会拄着病痛、困难，也是种种环境的阻挡，甲人的即个无友好的代志。毋过，你也有阮知，上帝你比阮也比这一切的困难挑战对得搁较伟大，互阮也当安心信靠上帝你带领阮诚做一个性命的勇士，一个亲像大卫的得胜者。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